美国的电视文化由来已久，各种综艺节目应有尽有，许多长盛不衰的节目屹立数十年不倒。那2026年好看的美国综艺有哪些呢？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6年最新美国综艺排行榜，既有正在热偶的美国综艺，也有正大播出的美国综艺节目，一起来了解下吧。叛徒美版第4季。叛徒是一档谋杀悬疑真人秀节目，该节目由艾伦·卡明主持。节目背景是将20名参赛者带到苏格兰的一座城堡，其中一人每晚都会在那里被谋杀。他们中间有3个叛徒，选择哪一个人被消灭。在每一集中，团队都有机会驱逐叛徒，但如果在剧集结束时团队中还剩下一个叛徒，他们就是那个拿钱的人。节目在游戏之外增加了心理博弈的设定，观看性极强。第4季2026年1月9日播出。野兽游戏第2季。真人秀野兽游戏的预算超过1亿美元，地点为拉斯维加斯的 Allegiant 体育场，共有2000名选手参加，筛选出1000人，这1000人争夺500万美元奖金。在整个比赛期间，还将赠送一座私人岛屿、兰博基尼以及数百万美元的现金，这是电视史上最高的现金奖。第2季于2026年1月7日播出。绝对会员制棕榈台民园圈。绝对会员制棕榈台民园圈以天堂般的上流社会为背景，探秘这片富庶土地的精英圈层。他们拥有着令人艳羡的物质资源，却也深陷于金钱、声望与人际关系的无尽漩涡。每一场慈善晚宴，每一次度假旅行，都暗藏着精心计算的利益博弈，以及足以撼动整个社群的秘密与谎言。神奇收藏家点石成金拍卖行第3季。神奇收藏家点石成金拍卖行 King of Collectibles The Golden Touch 是由 Netflix and Felix US 美国奈飞公司制作的纪录片真人秀。Golden Auctions 高登拍卖行由 Ken Goldin 肯高登一手创办起来，目前任职董事长的他，是当今球星卡和体育收藏品领域的领军人物。节目记录的就是他们日常工作，见证他们如何一步步成为顶级拍卖行。升阶大厨第5季。戈登拉姆齐革新打造全新烹饪竞技舞台，3层高大厨房，每一层都风格迥异，从华丽顶层到地下室，食材也随之变化。因为拉姆齐相信真金不怕火炼，不管什么环境，优秀的厨师总能化腐朽为神奇。节目已经续订第5季和第6季。大卫莱特曼下位来宾无人不知第6季。著名主持人大卫莱特曼联合 Netflix 打造的系列剧集《我的下位来宾》鼎鼎大名 My Next Guest Needs No Introduction with David。 莱特曼一探主持节目的台前幕后，莱特曼采访过的名人多不胜数，乔治克鲁尼、马拉拉优素福扎伊、Jay-Z、蒂娜菲、霍华德斯特恩以及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等。节目已经续订了第6季和第7季。夺宝大迷箱。夺宝大迷箱是一档由尼尔·帕特里克·哈里斯主持的游戏节目，玩家通过回答小常识问题赢取隐藏奖品。节目充满惊喜和策略，这是一档高奖金的游戏节目，参赛者通过回答知识问答来赢取奖品。节目中，玩家需要在紧张的竞争中展示他们的智慧和策略，以确保他们的奖品不被对手抢走。每一轮的游戏都充满了意外的转折和挑战，考验着参赛者的耐力和应变能力。缅因州木屋大师第12季。缅因州的建筑商蔡斯·莫里尔 Chase Morio 不缺工作，他的专长是整修整个松树州的乡村小屋和营地。莫里尔和他的姐姐、姐夫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工作，与客户签订了拯救和改造缅因州偏远森林深处的破旧小屋的合同，从有100年历史的小屋到需要大修的湖边休养所。蔡斯和他的团队为这些破旧的房屋提供了几十年来所需的修复。曼哈顿金牌经济第2季。曼哈顿金牌经济是莱恩斯汉特主持的真人秀节目，房地产大亨莱恩斯汉特经营着纽约最大的地产公司之一，他一面处理最昂贵的房源，一面激励经纪人们追求卓越。第2季在2025年年末播出。比弗利娇妻第15季。比弗利娇妻是一个美国真人实境秀系列节目，最早于2010年10月14日在美国开播，以居住在比佛利山的其中几名妇女的家庭与个人生活为节目主题。
第15季在2025年12月播出。